错，我会交来啊。有祖山随我回家看门，结类夫妻啊来度美满，脚影寒流啊，心奇寒嘞，行，对我上猛。徛在的寒来哟，夜眼蒙的，人事已非景相同，车己不在，不知是何处往。平贵额头，看详细面前铺下有一个，为了真相，阮的红衫仔。
8年来，我的容貌一定也改变袂少了。无全已经也认袂出是我。伊甲李强，那就是定亲，为什么还阁住伫这个所在？莫非定亲的代志是误会？老爷，迄个李昌，伊啊，就是即卖兵马大元帅魏虎的表小弟啦。伊就是要带王相爷的千金啦。咱今仔日吼来去甲斗3工，会当领到真侪赏金啦。王丞相有3个查某囝。金川、银川是叫苏良为好，要嫁予李昌，分明就是宝钏啦。在下向大嫂要来打听一个人的消息。哦，姑娘，你是要打听什么人呢？当今王丞相3000金，也是4平贵之妻王氏宝钏啊。哦，姑娘，你要打听王宝钏是有什么代志是？在下是以4平贵东营为君，这次我来中安要来探亲，四大哥顺便叫我一封的家事，要提予伊宝钏啊。大哥、二哥分明听讲四郎做掉西凉的国王，是安怎？哪有阁会甲这位君爷东营为君呢？这位君爷既然带来四郎的批，那呢一定是大哥甲二哥听了唔对去。君爷，妾身是甲王宝钏多年的厝边，君爷也无你不妨将书信给我，我摕来去予伊就好啊。哦。袂用诶，四大哥，我要任行之前叮咛吩咐，家事爱交王宝钏本人啦。啊，叶卡叔，若是无看到伊本人呢？元素带回啊。姑娘，姑娘，请唔通见怪，妾身。就是王宝钏，原来就是四大嫂，不敢当。姑娘，即摆你是毋是会用啊将家书交予我？哦，当然会用，当然会用的啊。哦，歹咯，是安怎是？批信失落了。你哪样会失落去啦？哎呀，小将军按玉文馆一路回来，沿路就是打蜡枪击，大概打蜡的时阵，去互伊失落家信啊。君爷，请自愿，
为人无礼不忠厚，你是我的丈夫丈夫，带来万金家事，你哪会个将家事个人失落呢？哎呀，大嫂，你何必着急？四大哥要写家书的时，我是伫伊旁边，伫打点行李，我也看去清楚。我这样做嘛，还阁会记，要无我就念互大嫂听好啊。你若安尼，你着紧念互我听嘛。姑娘，要你莫紧念互我听。哦，紧讲啊！讲，哈哈哈，讲我就讲啊。大嫂啊，迄一暗，互我东宫点点好用呢。当时也真人意情，伊下笔真形，我也看得清。姑爷，我的翁婿18年来一点仔消息都拢无，伊好无？相比，一三顿的茶饭呢？三餐茶饭，只有来小军备。一3箍若是破呢？3箍若破，只有林宝伊啊。失落马，是官马，也是私马呢。军中哪有迄个私马呢？惨啊！那你是要安怎着好？当年偏贵伊爱赔。不过，我的翁婿哪有钱通我赔马？是我的钱借伊啊。哦。为了赔马，才欠我的阿姐10两分。伊是领偌济牛香呢？四大哥甲我是领边济哦。为何你有银两，借伊将马赔？哎呀，大嫂啊！大嫂有所不知情。身边求欠几两银，看伊为咱心难忍嘛，只有钱予伊是一片的好心，本你强20两银啊，至今尚未向半分。对了，实在也可恨啊！你该表伊啊，害你20
欠你的钱，讲我王宝钏是要创什么咧？哈哈哈！大嫂啊，四大哥已经啊，这个将车卖，大嫂将厝啊上意外啊！你讲这句话是真是咧？当然是是的啊，无敢会骗你咧。姚四大哥亲笔所写字条做证啊。要哪安尼？你字条摕来我看卖咧。哦，袂用诶。字条若要摕互你看，万一你若将字条甲我拆破，啊，到迄个时阵，我毋着人财两空咯。要无你是要安怎？最好是你甲我两个人来去迄个证川，叫两个老大来做证。是咯，你的心肝哪会这样？宝钏啊，为你啊，可受之，我为你断子啊，故里有情啊。你去不回，无要紧，经年将我啊袂他人。大嫂，我会交来啊。有祖山随我回家看门，今日夫妻啊来度美满，脚影寒流啊，心机寒嘞。行，对我上猛，卖我来。你说的厝的啊，你难尽，你不该强逼无出心。我有你条，我虽唔信，你就是我目中人啊，你冤去恶言。真无天，宝钏先我来还你的钱。大嫂美如迄个天仙女，我是爱人啊，唔爱钱的。行，你对我行，我的马屁是绑伫个柳树下。咱两个人同期一马，我带你倒转我的厝内面，我会永远永远，互你享受荣华。